针对着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，新竹县长杨文科24日就13周年典礼当中有讲到，升格直辖市是一件公用的代志。不过，这项重大改变需要先讨论过，也袂当拢对顶悬来做决定。请启动。是的，出现30多题，打造大新国。市字甲起落去，象征新竹县未来会更较进步。县长杨文科就任满3周年，而是举办记者会，除了向县民报告施政成果以外，也通机会针对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，向中央发声，表示合并升格牵涉真大，有真侪代志拢需要考虑。直接由上而下，我想这会造成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没有办法适应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我想这个是希望执政者要可以三思的地方。针对24第立法院进行讨论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，县长也提出看法。他复委的话，就由这些委员会来讨论。我想这讨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总而言之，我对于这个执政党这么着急、这么急急忙忙的来进行，我们是不太了解。但是我也希望。是不是可以悬来落马？哈，杨文科讲，沟通协调才是上好的方法，包括安怎升格、要安怎修法，若是免修法，现在直苗袂使升格，拢应该做伙甲地方讨论，大家有共识，再提供中央去判断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